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底妝、眼妝都 OK， 但係一掃完胭脂，成個人好似老咗、腫咗咁？其實問題好多時候唔係你唔識掃，而係你揀錯咗嗰隻胭脂。好簡單講，胭脂喺成個妝入邊負責兩樣嘢。第一，加血色，唔好俾塊面變成一塊嘅扁平底妝。第二，偷偷地改變面型比例，決定你嘅樣係精神、輕盈、下垂定係好攰。市面上有咁多玫瑰、豆沙、杏色，點解同一隻色，有啲人掃完會咁靚，有啲人掃完會好似乳霜好污糟咁？原因其實只係有兩個，就係亮度同飽和度。今日呢條片我就會用呢兩個掣教識你去分胭脂係屬於擴展式、收縮式定係中性式。我哋開始啦。我哋唔講色名，唔講咩玫瑰豆沙，淨係用呢個色板教你睇清楚乜嘢叫做亮度，乜嘢叫做飽和度。左邊呢條直線叫做亮度，你可以當佢幾深幾淺呢一個掣。我而家只係上下喐，唔喐左右，即係唔改飽和度。可以望一望右邊面上個圓形，我向下拉，顏色會好深，好似酒紅色，成個感覺會好似 lift 咗入去嘅。慢慢拉翻高，顏色就會變淺，好似打咗光。個位會好似拱翻出嚟，你可以諗下黑白相入邊睇胭脂，其實你淨係見到深淺呢一個影，呢一個就係亮度。如果你想塊面睇落去細啲，我哋就揀深一級；如果你想睇落去塊面有膨脹感，我哋就揀淺一級。所以亮度越深就有收縮感，好似陰影；亮度越淺就有擴張感，好似光影。跟住就到橫向呢條線，就係飽和度，你可以當佢有幾鮮幾灰呢一個掣。依家我唔喐上下，鎖住同一個亮度，只係左右咁喐。你可以望下右邊圓形，去到右邊顏色好鮮好突出，可以一下就見到胭脂。慢慢拉翻去中間，顏色變柔變霧一啲，去到最左邊幾乎冇咩色，好似加咗好多灰。飽和度好高，即係顏色好鮮好高調；飽和度低，即係加咗灰色，顏色淡咗冇咗，感覺低調自然。簡單記住，加咗白，亮度會升高，顏色會變得淡一啲；如果加得多，飽和度都會拉低咗，變成粉粉白白嘅嗰種感覺。加咗灰就係直接減飽和度，顏色會變霧，變得奶茶一啲。而家我哋用同一個紅色試3個位，你睇一睇我面上有咩變化。第一個就係亮度偏淺，睇落去會膨脹啲嘅，我哋叫做擴展式；而第二個亮度同皮膚差唔多，飽和度屬於中間，就好似我哋自己嘅皮膚色，我哋叫做中性色。而第三個就係亮度偏深，飽和度偏低，帶少少嘅灰色，個位好似 lift 咗入去，我哋叫做收縮式。你見到我成個過程都冇轉到咩色上，淨係玩緊兩樣嘢，一係上下去改變佢嘅深淺，一係左右去改變佢幾鮮到幾灰。而呢兩個掣已經可以令到同一隻胭脂變成3種完全唔同嘅效果。識得玩亮度同飽和度，我哋就開始將胭脂分成3個系列：擴展式、收縮式同埋中性式。先講下擴展式。擴展式你可以當佢係拉脹面珠嘅胭脂，亮度偏淺，搽上去好似幫你加咗一盞燈咁，睇落去係有顏色帶少少嘅甜度。我哋日常用擴展式多數都係呢一啲，笑起上嚟蘋果肌好明顯，睇落去好有幼態感。平時想睇落去塊面嫩啲、光啲，想走甜美年輕嘅妝感，你會見到 model 呢張相，佢用嘅顏色一啲都唔深，但係亮度好高，搽嘅位置亦都偏上，呢個就係典型擴展式嘅用法啦。跟住到收縮式，收縮式就好似一掃成塊面睇落去瘦咗嘅胭脂，亮度都會比你嘅膚色深1至2度，飽和度你見到帶灰嘅，呢啲嘅顏色唔帶甜，令到你嘅輪廓非常突出，睇落去會好有個性嘅。呢啲嘅顏色好多時候都會用喺 catwalk model 上面，其實呢啲顏色唔鮮，而集中喺顴骨嘅側面，同時都會向上同埋向外去掃嘅，效果就好似將塊面收窄咗，面合肉睇落去冇咁突出，成個人睇落去會多咗份時尚感。而中性式就係你每日返工返學最實用嘅嗰種，亮度係同你嘅皮膚好接近，掃上面會好似你啱啱笑完啊做完運動嘅嗰種紅，唔會拉大面型，亦都唔會收窄面型，只係幫你加翻啲血色。好多女明星做綜藝做訪問，佢哋都係用中性色去做主力，只係用少少嘅擴展式或者收縮式做局部嘅修飾。有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同一隻胭脂喺唔同嘅膚色上面可以係完全唔同嘅角色。例
例如呢個珊瑚色喺一個好白嘅膚色上面，佢會係一個收縮色；喺一個中等嘅膚色上面，佢可以係一個中性色；喺一個淺膚色上面，佢可以係一個收縮色；喺一個深膚色上面，佢可以係一個擴展色。所以你見到依家好流行嘅某啲色，用喺某啲膚色上面，佢可能係擴展色；但係如果掃喺另一種膚色上面，佢可能就係收縮色，效果好唔同㗎。講完色，仲要講一樣好多人會忽略嘅嘢。質地，特別係收縮色，你係想佢幫你收定係拋光？效果同質地都爭好遠。胭脂質地可以係啞色，可以係帶閃嘅。如果你要做收縮色，啞光就會比珠光做得更加好啦。頭先聽咗咁多理論，你可能會諗，我手上面10幾隻胭脂，究竟邊啲係擴展色、收縮色定係中性色啊？其實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用你部電話就分到，揾一個光線比較好嘅位置，手機相機校去自拍模。揀一個黑白濾鏡，將胭脂放喺你塊面隔籬。如果喺黑白畫面裏邊，隻胭脂係比你嘅面係淺色啲嘅，我哋叫做擴展色。同你塊面差唔多色，佢就係中性色。佢比你塊面係深色啲，佢就係收縮色啦。頭先我哋喺色板上睇咗亮度同飽和度，你又識得分擴展色、收縮色同埋中性色。但落到去真係掃喺塊面之前，揀咩掃同埋點樣攞胭脂都係好重要。第一，千祈唔好揀太大嘅掃，掃頭太大，你嘅手一喐，範圍就掃到成塊面，變成一大片紅。尤其係你想掃擴展色同埋收縮色嘅位置，用中小型嘅掃就會好控制好多啦。第二，你攞粉嘅時候唔好攞掃尖直插落去，胭脂就會集中喺掃頭嘅一點，上面就會一笪好深色，好難將佢混開。正確係用掃嘅平面去掃胭脂嘅表面。等啲粉平均喺掃毛上面。第三，上面之前記得攞走多餘嘅粉，尤其係啲高飽和度嘅胭脂，情願逐層逐層去加，好過一下子掃太多變成一團救唔返嘅紅。工具搞掂，而你又識得分析啦，想要個妝睇落去精緻一啲，我而家就教你點樣疊住用。第一個日常嘅組合就係先用中性色打底，再加收縮色。呢個組合就係好啱想面型睇落去流暢一啲同埋柔和啲嘅。第一步就係先用中性色喺笑起上嚟嘅面珠度輕輕印咗一層先，加翻自然嘅血色。第二步就係用收縮色，記得攞支細嘅掃放喺顴骨突出嚟嘅呢個位置向內掃。中性色就係令到你塊面睇落去精神啲，有血色；而收縮色就係令到你突出嚟呢個嘅顴骨收咗落去，少咗粒突，面型睇落去咪順暢一啲咯。第二個組合就係先用中性色，再用擴展色包住佢，好啱上個妝睇落去暖啲、柔和啲，日常同埋約會妝都啱。第一步先用中性色印喺面珠嘅中間，再用擴展色掃喺佢嘅外圍，做一個由中間向外嘅漸變圈。面珠有自然嘅血色，外圍用光感嘅顏色去包住。蘋果肌就好似加咗一個油焦嘅 filter。如果你日常妝只係用到擴展色，全部顏色都淺淺粉粉，補咗血色，成個妝會好飄，近睇就會好似一層粉。講完色，講完位置，日常妝有幾個簡單嘅規則，幾乎啲專業化妝師都會用。第一，唔好過眼角，塊面就唔會拉闊咗。第二，亦都唔好低過個鼻，低過就會有下垂感，睇落去會好潮水。第三，胭脂要先印喺中間，中間最實色，再將邊緣掃開，做到有漸變嘅邊邊。外圍慢慢漸變，冇邊界，唔會有一嚿嘅實色。我哋亦都可以用位置少少嘅變化去改善面型嘅比例。如果你塊面係偏窄或者偏長，掃法亦都係一樣，但係會比頭先向外掃多少少，好似一條橫向嘅帶，令到視覺係向左右去擴張嘅。側面睇落去會闊翻啲，冇咁削；長面就好似打橫切開咗，令到視覺嘅高度冇咁長。如果你係屬於偏圓嘅面型，相反就可以少少向內掃，收翻窄個圓形，睇落去就會細啲。最後一個細位，如果你想個妝睇落去特別整齊乾淨，胭脂同埋唇膏就可以揀翻同一個色系，唔係一定要一模一樣嘅顏色，可以係冷調配翻冷調，暖調跟翻暖調，望落去就會好完整。對於唔熟悉色彩理論嘅人，揀同色系就係最穩陣、最唔易出錯嘅方法。
你識得分亮度、飽和度，識分擴展式、收縮式同埋中性式。今日之後再揀胭脂就唔需要靠運氣或者淨係睇個名，而係好清楚知道自己係要擴展、收縮定係要補血色嘅效果。識得答呢啲嘅問題，你已經知道點樣用胭脂去設計你嘅妝容，再唔係就咁掃一啲顏色上面啦。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如果中意影片嘅內容，可以俾個 like 我、留言、訂閱我嘅 channel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IG，有其他教學短片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